香港嘅立法會議員就過咗台灣去出席嗰、個陣線嘅一個記者會啦，咁樣咁其實即係對於呢件事有咩回應咁樣？我諗呢一個咧唔係單單就係話係咪去支持台獨嗰個問題，而係台灣嘅官方同埋佢嘅國會呢，係赤裸裸想干預香港內部嘅政治問題。咁呢個咧已經唔係恰唔恰當嘅問題。其實咧，就算去參與嘅香港立法會議員同埋香港嘅一啲政治團體嘅代表，無論佢哋點樣聲稱話佢哋唔係去支持台獨，嗰個咧已經唔係最關鍵，而係佢哋咧已經係會一定係被視為咧同台灣官方，亦都係支持台獨嘅一批政治力量咧係捆綁埋一齊。而就算嗰個成立嘅組織個名本身咧，都係好清晰。其實佢係要干預香港嘅內部事務，同埋香港嘅政治嘅發展嘅。咁喺我亦都喺唔同嘅場合，亦都係喺喺報紙咧，亦都係睇到咧，甚至佢哋嘅一啲官方嘅人都講咧，佢哋係會喺人力物力兩方面咧，都會係支持香港嘅政治或者係民主進程嘅發展。我諗呢一個咧係完全超出咗話兩個地區係咪聯誼同埋交流嘅問題，亦都同一般咧就係話香港可能有政團甚至有好多唔同嘅團體去訪問台灣唔同政見嘅政黨去官選，係完全兩回事嚟嘅。呢一個咧，佢直情係參與咗一個組織，嗰個組織係帶有官方嘅背景，話明係干預香港內部嘅事務，特別係政治嘅發展。而有一啲非常有代表性嘅人物，應該係包括佢哋立法院嘅秘書長咧，都係參加埋嗰個記者會，就係話要係就住呢一方面咧，要提供香港呢啲政治團體人力物力。咁我認為咧，香港其實香港喺法律上咧，台灣當然就唔屬於外國㗎，但係台灣咧係屬於咧係有機會，尤其是係台獨咧係分裂我哋國家嘅政治嘅力量。而喺香港現行，即使現行嘅法例，譬如官方保密法或者其他一啲法例咧，都特別將台灣咧，譬如佢會特別講明咧，如果香港一啲人咧去同台灣特工有聯絡，係禁止係犯法嘅。咁所以咧，台灣嘅政治力量特別帶有官方背景，其實明同埋暗咧，其實都係唔容許咧喺香港咁樣係直接干預香港嘅內部事務。咁我覺得呢一件事本身咧，一定係對香港嘅民主進程係產生係負面嘅影響。由於香港嗰個政治嘅發展，大家認為喺政改方案冇辦法達成共識，其中一個咧都係中央同埋香港之間咧係出現咗嚴重缺乏互信嘅問題。咁呢啲嘅事情咁樣發生，而且係咁高調，即係台灣官方咁高調去參與香港呢啲所謂本土派，甚至民主派，或者帶有咧自決派，其實呢啲背後咧，大家都會將佢咧係連結埋港獨同埋台獨嘅力量嘅。咁好明顯會係令到咧中央對香港現時所謂係一啲泛民，甚至係反對聲音，特別係激進嘅力量咧，係提高高度嘅戒備。咁喺咁高度戒備嘅狀態，再加埋咁複雜嘅台獨嘅力量，同埋台灣政府係意圖咁高調去干預香港自己嘅政治進程咧，我相信咧就會令到咧香港現時喺審視成個形勢咧，係會令到中央咧一定係會有更高嘅一個境界。咁喺所謂23條香港基本法嗰個立法係唔係有迫切性呢個問題上咧，
好可能咧都會令到大家審視現時嘅形勢咧係有所重新討論嘅迫切性喺度啦。因為即係頭先我揾佢嘅議員就話咧，今次咧佢哋就係討論一啲民主進程嘅啫，就冇討論過一啲主權問題嘅。你覺得即係作為立法會議員，可唔可以即係去台灣去即係同一啲立法院嘅成員去討論嗰個香港嘅民主進程咧？其實香港嘅政黨啊、議員啊，要去台灣嗰度觀選啊，甚至交流選舉經驗咧，呢樣嘢咧係可以屬於正常兩地嘅一啲民間嘅交流嘅。但係佢呢一次咧，最大嘅不同咧係佢由台灣國會去成立一個關注香港民主進程嘅小組啦。咁而佢哋嘅秘書長啊，台灣嘅立法院秘書長係高調咁樣出嚟話咧，要向香港呢一啲嘅團體，甚至呢一啲爭取民主嘅團體啦，所謂係要提供咧係人力物力嘅協助，或者佢哋其他嘅協助，甚至話咧係你會睇到咧嗰個嘅形式同埋嗰個嘅方法係完全同一般嘅交流係唔同。而呢一種咧，我哋睇咧係一種好高調嘅赤裸裸想干預香港嘅民主進程或者政治進程嘅一個表現，係已經超出唔恰當嘅境界。咁所以咧，我認為咧，呢一個作為香港嘅立法會議員，首先你自己要有一個好清晰嘅政治嘅判斷，你去參與緊啲乜嘢。第二，你自己就算口裏邊話我係唔係去支持緊台獨，但係你哋係直情去參與佢嘅記者招待會，一齊咁樣宣告成立一個台灣國會，係要干預香港政治嘅一個組織。咁樣我諗咧，呢一個咧，佢哋就算話口中點樣講咧，都說服唔到香港嘅民眾。其實咧，呢一樣嘢市民嘅眼睛係好雪亮。香港嘅法律，香港嘅係一國兩制底下，我哋係唔容許任何分裂國家主權。特別咧就係台獨係好明顯咧，就係分裂國家主權。而呢一批掛住自決嘅名稱，去同佢哋結連埋一齊咧，其實已經係捆綁埋一齊㗎啦。咁所以咧，亦都會係俾香港嘅民眾一定會睇到係台獨同埋港獨，或者呢啲自決派。所謂自決派咧，其實咧，我哋係唔可以有一啲所謂自決派嘅。其實自決咧，背後亦都係帶有港獨嗰個色彩喺度嘅。咁所以咧，佢哋係進行一啲咧係非常政治，係我認為完全超出一國兩制，亦都係咧係威脅緊咧我哋國家主權嘅一啲活動嚟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喺呢一方面咧，香港人咧應該係要直斥其非，亦都要指出咧，就唔係話佢自己係出於佢自己政治判斷錯誤或者係無知而去參與咗嘅一個問題。我哋相信咧，佢係好清楚嗰個活動嘅性質，嗰個組織將要喺香港做乜嘢嘢。咁所以喺呢一度，你唔係隨便去參加一個記者招待會，亦都係人哋亦都係官方代表咧，係好清楚去講出佢要成立呢個機構嘅目的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就香港喺呢一方面咧係絕對唔容許嘅。咁希望我哋現時嘅法例係可以禁止呢一方面嘅活動啦。如果我哋現時香港嘅法例係喺呢一方面有漏洞嘅話，我認為咧係有嗰個迫切性，應該對相關嘅法例咧係進行修改，係唔容許呢一種咧赤裸裸干預香港嘅內部政治嘅活動，特別係容許一啲台灣嘅政治台獨嘅力量咁樣赤裸裸去干預香港嘅事務。既然係咁嚴重啦，即係話違反到一國兩制，咁即係涉及到立法會議員，咁會唔會可能涉及到違反咗佢哋立法會宣誓嘅誓詞呢啲咁嘅情況？我諗喺呢方面咧，大家而家仲會係研究緊嘅。我諗相信都要睇翻究竟香港現時嘅法例咧，有冇啲好清晰，其
其實已經可以堵截到咧，佢哋呢一種咧係同外國嘅唔係sorry，我諗咧喺香港現時嘅法例咧，我哋一定要檢視翻咧，究竟現時嘅法例裡面有冇一啲好清晰係可以禁止到佢哋同台灣嘅呢啲官方嘅力量或者台獨嘅力量去結連，而赤裸裸咁樣喺香港干預香港嘅政治嘅發展。咁如果喺現時嘅法例裡面未有足夠嘅條例係可以發揮到呢個作用，我認為咧，我哋要檢討現時香港嘅現層嘅法例，睇下係邊一條嘅條例我哋應該修改，從而係清晰，係同所有嘅香港人講咧，其實呢一種嘅活動咧，我哋香港嘅法律係唔容許嘅，亦都係超出一國兩制嘅底線嘅。Do you mean that reviewing the legislation of Hong Kong is urging to form the Article 23? I think this kind of incident, if it has occurred, unfortunately, of course will trigger many to reconsider whether there is an urgency to pass the law under Article 23, in particular, whether our existing law is effective enough to prohibit similar kind of acts to liaise with pro-independence force, either in an unofficial or even official basis, in such high-profile way, such as to organize and have a press conference, inviting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legislative branch to talk about how to subsidize the political forces in Hong Kong, either in terms of human resources or financial resources. I think this is far beyond the limit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 And we have to really examine whether our existing law is effective enough to prohibit this kind of activity, which is clearly threatening the unity of our sovereignty und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 咁咧，同埋即係今朝嗰個選舉事務處嗰個有18條嗰個改善建議啦。咁其實即係，但係喺一個會上面咧，其實都冇話過個責任誰屬啦。咁你覺得會唔會你會唔會去追究翻，即係繼續去追究個責任嗰個問題咧？我認為咁大嘅一件事，全港嘅選民嘅資料喺一啲咁唔謹慎，或者咧咁輕率嘅情況底下咧，就可以唔見咗，而且唔見咗之後咧，喺追蹤嘅線索嗰度咧，亦都睇到咧成個機制咧係好兒戲嘅。喺呢一方面咧，係一定應該問責，一定應該追究，因為呢個處理300幾萬人選民嘅資料咧，係基於市民對選舉事務處高度嘅信任。因而大家從來冇喺佢哋細節點樣管理呢啲資料上咧去追問嘅，但係你發生咗一啲咁兒戲，就唔見晒啲資料，連咧一啲基本嘅線索都冇，幾乎嗰個保安仲差過一啲喺香港普通一啲私人大廈嘅一啲保安。喺咁嘅情況底下，究竟乜嘢人去設計一啲咁兒戲嘅機制呢？邊啲人話咧一定咧喺特首選舉都要帶埋300幾萬嘅選民資料去嗰個地方，從而咧仲要又冇任何其他嘅保障底下係可以隨便俾人拎走咧？究竟呢啲資料而家係俾乜嘢人喺度使用緊呢？唔係就咁佢一句話喺佢哋嗰個偵測裏邊係冇被使用。冇乜嘢安全係影響到，大家就會信任，因為信任咧，佢哋經過呢一次咧，就好似一個杯咁樣咧，已經係打裂咗㗎啦。佢哋一定要用雙倍嘅解説，同埋講出佢哋點樣去跟進，究竟乜嘢嘅系統去設計呢啲咁兒戲嘅制度，乜嘢人去做決定，要帶埋呢啲我哋認為唔相關嘅選民資料去到現場，而乜嘢人係可以決定求其擺咗嗰啲電腦喺嗰度，冇人監管，俾人偷咗都好。